骨，夾比起鐵枝夠硬。奮鬥慣，哪怕尋找到極限裏碰看，正成長中蒸發。他朝直身的去攀一攀泰山，快當我這麼好膽不懂得怕。跟住落嚟有一班青少年人想大家幫手揾一揾。今次想大家幫手揾嘅咧係一班05-06年度嘅暑期報道隊嘅成員。呢一班忠於信仰而且又熱心嘅基督徒，喺暑期報道隊之後咧就各散東西，有住佢哋個人嘅侍奉同埋生活。一班教牧同工咧都好關心佢哋而家嘅近況。不如我哋聽下點解我哋需要揾一揾佢哋啊？威龍啊，其實點解你咁急要揾佢哋嘅咧？不如你講一講下你嘅情況係點嘅？其實情況係咁噶，咁喺11月22號左右啦，咁我收到當期嘅電話，咁佢就講喎，佢話今年唔會再搞暑期報道隊，因為佢會喺08年離開沙連堂去其他教會實習。咁收咗線之後，我就喺度諗啦，咪住先，我都要離開沙連堂喎。我仲走快過佢喎，咁點算呢？所以呢個時候，我好想沙連堂嘅弟兄姊妹今年去籌備07年嘅暑期報道隊。咁呢，我亦都去過前嗰幾年暑期報道隊出沒嘅地方啦，去揾到佢哋。譬如係林漢光大禮堂嘅門口啦，招待嘅地方啦，安德烈家嘅聚會地方啦。甚至乎我連呢個中大嘅運動場都揾埋，但係都係揾佢唔到。吳先生，不如你喺呢度為大家作出一個呼籲啊！好，唔該晒。咁其實我好想藉咗呢個機會呢，去同大家講就係，我咁耐都揾唔到佢哋，其實真係好擔心。所以而家我好希望藉住呢一個機會，去呼籲各位熱心人士，如果你見到相中嘅人，又或者你係05年度或者06年度嘅暑期報道隊隊員嘅話，我好希望你真係馬上嘅同教會或者我聯絡。我係心急如焚嘅，冇咗佢哋真係唔掂，我會黐線嘅。唔該晒。我再補充一點，經過2年暑期報道隊嘅訓練之後呢班青少年人係有足夠嘅經驗同埋能力去承擔呢個責任嘅。如果你哋留意到相中嘅人，或者見到同相中相似嘅人嘅話，請你即刻與沙田堂嘅盧麗勤弟兄聯絡。如果大家有任何佢哋嘅消息嘅話，請聯絡9龍5旬節會沙田堂盧麗勤弟兄，電話係95260374，95260374，有一條線咁多㗎。